港而家出街嘅粉絲咧，必定係勇者，因為咧只需要呢個街道行5分鐘，你個頭咧又立啦，成個頭出晒汗，而最恐怖咧，你個頭皮係熱到不得了，咁個後果係咩？會甩超多頭髮。嗱，好彩我哋咧近期咧發明咗一隻全新嘅生髮素，呢隻洗頭水咧佢咧就係好多泡嗱，你睇下蘇蘇。而最恐怖咧就係洗完個頭之後，因為呢個有超級嘅降溫功效，只需要洗一次，你任何嘅頭皮屑、任何嘅頭皮問題都可以清理晒。洗完頭之後，無論你有染髮啦、有漂頭髮啦，個頭髮咧都好似做咗10個嘅護髮素咁。而最離譜係咩啊？你1日出街、2日出街都唔會甩刺，因為呢個有極級降溫，係我哋好似喺沙漠嘅天氣都可以令到頭皮咧即刻撳咗佢，唔會甩頭髮。話呢個好緊要，大家瘋狂留言生髮王，我即刻話俾大家聽點樣可以半價買到。哇！呢個洗頭水我俾你聽夠晒成班香港人，因為殺啲菌，唔係你真係甩頭髮甩到癲啊！